的金门武士哈，这一间可以算是我的金门的口袋名单前3名。哎呦，这一家呢是专门吃金门的牛的哈。那如果你有同行的家人啊，或是同伴没有办法吃牛的话，它也有拌牛大餐。我们点了10道菜，满满一桌。这多少钱？很饱，而且很好吃。我要介绍一个地方叫做龙盘公园，个东东梅花鹿都在里面，好叫个家鹿王都在里面，叫都在当年看哦。我有一张照片，不是该买的，就是日出的照片，粉红色的天空哈，跟整个剪影，跟鹿的旁边呢，用走出去看那些看，就真的像狮子王画面，是像狮子王的画面孔哦。哇！啊，这天送归花香哦，真的好会找空。我是国宝老师跟你，很给秋霞芭比娃娃，没有，荧幕情侣啊，荧幕情侣。秋霞坏掉的芭比娃娃。双礼拜嘅節目要邀請眾多來賓來介紹台灣眾多好搞好料嘅素菜。今本嘅節目繼續延續雙禮拜，會帶大家去又講又好搞嘅景點哦。一下就聽得人哋強下出去了吧。吹到林天公的蛤蟆去水面冲，草岸有眼写个高喊伊个啦啦啦，又几多个故事，做不离个世事。20、20、30、40全部千千跳跳，一行的西欧要来以后去公园看看，有时爱做顺送班，按部跳表演，人生老一路，无按该分开，匆匆爱覆盖覆盖。动无限，爱动无限，是动下无解散。时间今仔不难，来时常做得较强松一把。色彩动无限，爱动无限，跳得爱勇敢，爱上爱重要，到时老街老散发，也会是差离行。无限无限，爱动无限，无限无限，总空袂负荷负荷。真心爱动无限，爱动无限，是动下无解散。哦，时间紧来紧不来，来时常大家较强松一下。色彩动无限，爱动无限，跳得爱勇敢，爱上爱重了，到时老街老散发，也会是差离行。罗哥好，耍帅啊，耍帅啊，姐好，为什么要这样？他刚刚差点叫我吉娜哥，是不是？他还顿呆了一下。为什么要敬你？我敬你。周马干，周马跟你要介绍的地方有关系，小嘅地方有关系。哦，太家嚟咁输啦，山地嘅風情，然後年輪嘅歷史。哦，烏克蘭對不對？唔係啦，烏克蘭是國外，好不好？哎，你見本嘢喺講台灣，好唔好？係嘅金門，金門好，金門棒，金門呱呱叫。金門也分成2個方向哈，好來，因為太金門跟小金門。大金門对，大金門、小金門，因為太金門就是笨豆，小金門就是他們說的獵魚島。好，所以你踢敗來到金門呢，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男人打炮的地方。哦，831，就是我們女生不行去嗎？軍中樂園，對不對？就是我們的獅山炮陣地。炮陣地，獅山炮陣地哦，真的是打武器的這種。對，看到兩種圖哈，就是你警察從松溪呢給旁邊，它有一些炮彈彈藥的一些展示，這個就是 M190公里的防空炮。哦，這看起來很像是可以打那個飛機的哦。哦，哎，這種字體、這種牆壁、這種配色，青蔥頭白跟眷村這種感覺。對，有復刻的感覺。哦，這就是這個遊客中
中心、游客的服务中心。这都是炮弹对，吗？他用这个榴炮呢，还有那个敌火筒去做的一个炮弹的装置艺术。对，然后看到这边这有写中层金石，好，这个标进去就是它的坑道。这个坑道它全长有508公尺。好，里面就展示了很多的一些炮弹。然后最就是一定要去看的一个就是。它里面呢，就是在823炮战的时候有立功的一个，就是8寸的榴炮。是什么东西？就是有打赢的啦。就是说那个8寸榴炮，因为美军的支援，所以就反败为胜了。我上个礼拜才去金门，才去这个景点，因为使用了那个武器，对，了解到这个故事就对了。刚好就有去看到他们的表演，然后有知道这个太棒了。原来如此。还有看到第二片，就是我们的阳宅老街，阳宅老街就是我有去过，然后就是当时给阿兵哥他们休闲的地方啊，没有啦，它就是军中乐园呐。拍这一部电影，然后在那边搭的景，对，因为它没落，后来是因为拍了那部片，本来它完全搭是电影的景留下来，对，就是复刻这是60年代的一个场景，对，所以都得参观一下以前的。现在呢有注入很多一些创新的品牌啊市集，让年轻人去发挥活络这个一个老街的部分这样子，对，很有趣。来，我来。还有京东电影院啊，那也是对，这京东电影也是现在有播放哦，也有。里面也有，它也是电影的场景，对不对？就是阿兵哥看电影就在那边看啊，对，就列宽啊，可把那种天样烟，就是好木头椅子还是什么？我没进去，我不知道，我在就叫什么什么堂这样用。对。沙哈的呢，好，我们只要坐船就可以到你的 Segim， 我们的小金门烈屿岛，好，我们的烈屿岛，没错哈。而烈屿岛一定会经过，就是这个823炮战胜利纪念的，好，他们是象征他们的一个精神的堡垒。好，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八达楼子，八达楼子呢，也是仿那个城堡式的一个建筑，上面有7位的感觉，对，7位的这个勇士啊，为了纪念他们，而造的这个，是，好，还有这个看到这是湖景头战史馆，好，湖景头战史馆里面就是记录这个小金门的过去经历的一些战争事件的一些史迹都在里面。大家看到这片，这个电话亭非常的特别，只有4座，就是分别各个时期。就是阿兵哥打电话回来，阿伯啊，我阿赢了，真的可以听到，就是有你那种共发，对，当空下，请听他们的声音，请听他们的声音，就是你会听到当时他亲口讲的那个电话的内容，真的真紧呢，就跟那个阿兵哥溜赢溜哈喽，而共本给不卡演的发，好像有点感人，所以会可以身临其境这样子。好，还有这个。金门的地标，我们到了个地方，它都有一个热门景点打卡嘛，这就是金门的电话亭，金门的天发亭哈，还有这个白色的字红底，好，然后这是有个人字嘛，下面4角立足，其实有人丁天旺的一个意思这样子啦。对啊，在盐金门高粱经典人形立牌，大家可以拍照。是，还有啊，还有一个，哇，这个铁汉堡，好，大概那个地下道的那个隧道有大概300公尺，好，那里面它因为观光的部分，它就建了一个这个地雷的主题馆，好，地雷的主题馆，就这边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个地雷对，各式各样的地雷，那也可以摸吗？会摸下去会爆？这应该是不会爆，不会。但是它有个特别的地方，它有那个灯光音效这个体验区，你经过那个地雷，它可能会感应，会有那种爆裂的声音，哇，对，还有那个灯光，然后你就会身临其境在里面，有点惊吓到的，对，很震撼。然后它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它地下的部分有一些像弹药库啊，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阿兵哥地下的一些生活的情景，这样子啊。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如果当兵有没有抽到金马奖，那个真的是哭死了。是爽兵吗？怎么会爽兵？你一过去就2年3年呢才能回来，要不然那个坐船过去又要很久呢。哎呀，某穷俩，现在才叫爽兵，对呀。这些是这个就是一些纪念品啦，就是
金门的守护神风师爷，风师爷，还有这个石敢当，他就是做成这种小公仔。那这个小公仔每个可能都有代表他不同的意思啊，就是可能他拿的是元宝，就是招财，然后还有平安等等的。啊，这里是金门的高粱，这个就是金门的高粱，这是罗哥代言的吗？是飞弹的那个形状，然后它里面就把那个高粱酒装在里面，就是蛮特别、蛮有创意的一个。这2013年的纪念酒款，这是你的吗？对，哎呦，那是去买纪念酒款，其实去买它就是已经很久了，那时候它有价值。对。然后就要看943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规划很棒的行程。对，好，来跟大家讲去金门要怎么省钱哈。其实去这个离岛的机票哈，其实不会太贵哈，因为离岛对于很多居民来说，它算是交通的必需品，所以台湾离岛的机票是有防涨机制的，就是它不能随便乱涨的。所以差不多也就是大概就是一趟2000，好，常常这样子上下。立荣还有什么？对，还有这个那个华信哦，现在是有虎航复兴没了嘛，对不对？对，现在就2家哈。OK。那所以这个如果你想要机票还要再便宜的话哈，就建议你可以其实不用在暑假，不用挤在夏天的时候去。那这个如果你可以在秋冬去的话，其实10月、11月啊、9月哈，或是4月、5月，其实也不会太晒，也不会太热哈。那是刚刚好的。那这个常常机票比较不会这个满座订不到等等哈。那再来就是秋冬的时候，这个民宿也比较便宜。如果你去住古厝的话，那个价格会是比较便宜一点，你就不用在暑假的时候跟人家吃。他们比较淡季的时候，对，比较淡季。有的古厝很漂亮，对啊，它里面然后的装潢的古色古香，然后其实不输4星级，有一些新的对。然后我住到还有免治马桶的。就很便宜，大概一个晚上2000而已，1000多2000这样。我去那几天呢，就是也是人家介绍，然后去一些餐厅哈，对，然后那些餐厅那个菜都是大菜，这样10几道大菜这样吃下来哈，大概就6000块左右。哇，是啊，6、7千就这样，在台北应该是就 double 以上了。在台湾吃的话，那我要还是因为你是罗斯风，没有，不是，没有。那我要跟罗哥介绍一间，这个我自己去了金门5次哈，这一间可以算是我的金门的口袋名单前3名。哎呦，真的，而且还蛮便宜的。哎呦，来看看有什么菜色。好啊。那这个算是。去金门就是要吃牛肉嘛，热炒类是吧？对，热炒类。去金门就是要吃牛肉，因为为什么金门的牛这么有名呢？因为金门的牛都是吃金门高粱的酒糟长大的。那这一家呢是专门吃金门的牛的哈。那如果你有同行的家人啊，或是同伴没有办法吃牛的话，它也有拌牛大餐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比方说它有这个花枝啦哈，也有这个椒麻鸡啦哈，这个。牛杂汤、牛肉面、海鲜汤，这都是不能吃牛人也可以吃的哈。水饺有猪肉跟蒸牛肉，然后这个沙茶还是什么葱爆好，然后这个是牛筋好，然后这个是马铃薯牛腩哈。哇！那我们点了10道菜，满一桌，多少钱？猜看看多少钱？2000多一点点，很饱而且很好吃。好，然后他的评价，他在 Google 上的评价非常高。那平常是订不到位的，你一定要定位才能去。好，那最近因为疫情哈，所以就订得到位一点，对，比较好订。还有一个省钱的秘方，就是通常我们去离岛都要租车，对不对？对。可是像在金门这太阳很大，如果你不想要被晒得要命的话，其实金门的这个台湾好行。非常非常的方便，也有是什么？金门的台湾好行就像客运这样子，然后它是对，像是旅游巴士，那它的每一站都是刚刚好是有名的景点，也就是说你这个景点玩完之后，然后它出来等一下车，然后它会告诉你说，这个时间可能1小时1班，你就看着它的班表，其实蛮准的，对，然后就带你到下一站，然后他会去的地方都是刚好是非常有名的景点，金门刚好有这个6条台湾好行，前几条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像刚刚说的阳仔老街啦，好，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山后民俗村，这
讲的都是那一带哈，金沙那边哈，金沙就有一条路线，然后要去这个水头，要去小金门的那边哈，也都会经过，所以就是省钱省力又省时间。哎呦，太棒了！谢谢93老师，谢谢，哎呦，太棒了！金门真的是很好的地方，值得去玩。其实我们台湾离岛很多，很多啊，对不对？金门、澎湖你都可以去。对啊，世凯哥，我们离岛那么多，还有什么可以介绍一下？哦，小琉球大家是的，小琉球台谁家的田哈，而且像人大概对面该在后上朋友哈，比较最好去，因为怎样好放便啊，蛮好便宜啲的。佢俩几年哈最近呢，你2年哈，佢最放心的嘛呀，大家去到该边呢做潜水活动，好，而该边呢，因为怎样，像我签吧，因为我本身有个潜水执照，咁么就到外地去考执照，该发签动到到该边呢，你下对小琉球那考执照啊，对啊，到你看。佢哋唔單講教你，還有專門的人讓你翕相，表示講你到嗰邊呢，而且到個海龜的旁邊呢，到個翕相到咧，大哥攞去借戲啊，看到嗎？哦，我開始翕你嘅相片。你小琉球？係，你買小琉球，而且開始翕嘅時候，真緊，因為我去世界咁多地方，看到當多嘅戲啊，我從來都講，哪隻國家在當這樣的，等我去到小琉球嘅時候，我就發覺到，其實完全唔少嗰啲外國嘅戲啊，因為本身是有，是講。那平常是冇去感覺的，你按度好有意見些，那好好來了解到台灣的這樣的呢。啊，你係小琉球，咁還有一個地方，那個綠島。哦，我該講到綠島，然後該景不得了，佢海底很好這樣的，看到嗎？佢海底個珊瑚啊，哇！你看，個潛水，我朋友講嘅，個係啱唔係拍沙嗬，係本身是，所以你去到嗰時，你就會啲講，哇！我哋世界從喺度去過世界全什麼樣嘅海底全去潛過咧，但發覺到其實唔是自然啊，因為個咪綠島是有嘅啊，個天氣咪呢，個綠島嘅景色，以前講嘅海底溫泉、朝日溫泉，個世界是有3家個咪個海底溫泉嘅呢，因那對綠島就有一個，其實有一家，而且你家晚餐你看到嗎？你那種手機翕嘅啊，一這樣的嗰邊呢，而且在看嘛，七家在看日出，在泡呢，該晚餐在嗰邊呢看日出，結束上在嗰邊呢，佢本身夕陽嘛當這樣，不過夏天到熱天到咧啊，熱天最厲害按到銀河啊，當中就去看，我是看個手機當個影去 P 圖 P 出來，我同講唔是，你來到。該買綠島，其實看得到。這你 P 圖？對啊，沒有，我本人都該本性是安用啊，對啊，所以我是以圖為證啊，表示對啊，你看到啊，該種的銀河，因為咋，佢冇光害都該邊呢，所以才會就咁這樣，所以才會講，大家一世界嘅該買的國際評價對綠島來講哈，評價當高都該邊呢，而且哈，佢沒有過度開發，那就啲最好，所以你看到嗎？你要看日出有，你要看夕陽有，你要看銀河。有，韓國你也泡溫泉有，你潛到海底面有漂亮的珊瑚有，馬改是有，最主要嘛，交通當方便，就台灣過去法，坐船呢也就去過去，坐飛機也就去過去，當簡單就改變呢，所以後上引起到改變呢哈，租台車子，不是租車子，行啊，嘛當放棄都改變，緊緊。哎呦，這個金門啊，這個一些離島真的有空，趁現在真的要多去。亞哈。對啊，亞哈你看無人嘛。嘿，應該個咩冇咁方便。不過講真嘅，你細細個在台灣有這麼多算是很奇蹟的一些景觀，對，電力嘅損耗，好好把握可以觀察。好了，謝謝你的介紹，大家平均，謝謝分享，謝謝。休息哈，是誰？發下來的。歡迎劉明玲帶來後堂歌曲。來，看看啦。我要介紹一個地方叫做龍盤公園，個東東梅花鹿到嗰邊呢，好叫個只鹿王到嗰邊呢，叫佢到個當年看哦。我有一張照片，我本該買的就是日出的照片，粉紅色的天空哈，個整個剪影，個鹿的旁邊呢，用走出去看一下，你看，就真的像獅子王畫面，是像獅子王的畫面空的。总黑更勇的誓言，一百一百又过了100，从黑到爱，等到有
己的那个习惯。总会很快，也实在无奈。有条风，那个不总在讲一半。某个不你创意，我会跟你。我用命也都是你个白个改错，我用白天了解，你该明白。我个百分百百，你想到几个痛快，我借给你抢走也是同意。黑公你喊黑爱做被被改，给爱就我一生拜拜。现在是走 rock 风就对了哈。我原唱给你一个赞。好来，对，好，今天要介绍马来西亚风光，对不对？这是马来西亚风光吗？对不对？对，来自屏东垦丁，第一站就是我们的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海参馆，对，海参馆，海参馆很好玩呢。对对对，那边算是台湾好像目前算是蛮大的一个，应该是最大的吧？对，然后它有分3个区域，那第一个就是台湾的水域馆，就这个。真的台湾也有这些东西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展示窗它真的很大，就好像电影院那种荧幕。对，它这个16公尺，然后这个感觉好像有4层楼那么高那种。对，就超大，很适合拍照这样子。靠，这根本就不用去国外啊。嘿啊，正经轻讲的，正经轻讲。然后再来就是它还有世界水域馆。那世界水域馆就是这个图，它其实它那边还有很多，就是它还有2D、3D 的那种展示。然后还有一些是好像蛮复古以前的那种海底世界，就你走进去就感觉自己来到就是好像以前很古老的那种感觉，对对。然后这个也超大的，然后那边也会有什么喂食秀什么的，然后也很好拍照，对对对。然后就是那边很多人呐，就是他其实如果你要拍照的话，要趁就是他们还没有演出的时候，赶快去拍照这样子，对。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我要讲，它是那个珊瑚馆，它那边有很多很有深度的珊瑚，然后很多颜色很漂亮。然后它的特色就是这个隧道，对，这个隧道。我去新加坡的那个圣淘沙，它也有这个海洋馆嘛，对，然后香港也有一个海洋馆。那我去那个新加坡那个海洋馆的时候，它也是蛮大的。那它有一个景也是，它好像可以看房间。它也可以看着那个鱼在那边。我知道那个我有去过，是烘鱼啦。它有一个圣淘沙有一个旅馆，它就是可以看着那个烘鱼啊。对，那一个晚上很贵。很大那个烘鱼，烘鱼很可爱，他们都会很像停车场这样。对，它也有餐厅，就是一边吃，但是也有旅馆是可以一边住。对，可以看得到鱼。对，是啊，我没想到台湾也有这种地方，有，根本就不用去国外啦。各有各的地方特色嘛。来，下一个，看下一张。好，来，还有完美照，你看。来了，对，第二个景点呢就是垦草区生态园区。这也是在屏东吗？对，这个也是在屏东。那它那边就是它的明星动物就是草泥马。超热情哦！就是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就是一样嘛，拿门票，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萝卜，就是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就提着，它就是个萝卜。他就会过去。对，会有食物，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他们超贪吃的，就是我一进去啊，他们全部一直围着我，不是因为你是美女，动物它会认哦。难怪，为什么？我去奈良的时候，鹿都跟着我，鹿也跟着我，一路跟还从才马路对面冲过来，他一定知道你身上有多吃的，他们是要逗你吧？没有，真的就一直跟着我，因为他会这样子跟我拜托。
所以这个，所以我要很开心。你不要看动物，它也是会认人的，对。然后除了草泥马，还有就是梅花鹿，对。然后还有很多，还有羊啊，还有猪啊，还有我记得还有袋鼠，就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因为我蛮喜欢小动物的，对。然后就是去完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垦丁的那个南沙湾，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有很多的餐厅啊，然后很多的小小的店啊，就好像来到国外的感觉。对对对，很有那个感觉。对，然后它还有水上的活动，就是在它的水上活动，它还有那个独木舟教学，还有冲浪的教学，就是还蛮舒服的，很丰富的水上活动，很让自己可以放松，然后还可以顺便拍完美照。哎，这张很美，你牵谁？没有，那个只是照片，就这样回眸一笑，这样就被抓到了哈。好，没有被抓。哎呦，好漂亮哦！哎呦，还有一张还有一张他们没有放到，他们说照片夏都吗？没有，这个是也是在垦丁，它叫国境之南的民宿。哦，感觉很豪华。然后他们那边的特色呢，就是漂浮早餐。对，就是这个漂浮早餐超丰富的。对，去那边就是拍照打卡的地方。那你要坐在哪里吃？它就是坐在水里面，就是可以体验，就在水里面然后你就对，很棒。对，那个多大一个？就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吧。对，哦，然后它的这个民宿啊，它的特色就是它整个是就白白的这种希腊风的感觉，所以就是就是真的很像感觉来到国外，很像在地中海那种感觉。对，怎样？身材还不错。为什么要把脸遮？脸有妨碍你吗？对，途经奖，展现你的自信。谁拍的？啊。朋友拍的，我那时候跟我2个很好的马来西亚朋友一起去，对，大家都想八卦。所以你喜欢垦丁，因为气候，我还蛮喜欢。其实我喜欢台湾的很多景点啦，就是刚刚他们讲的，其实好像刚刚离岛的那些啊，对，还有苗栗，其实我也去过蛮多苗栗的一些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真的虽然没有很大，但是好玩的地方很多。所以你现在是台湾通了就对了。也没有真的到到处玩，吕伟伦也是2个哇，每天光刷他们玩的就。这样很好啊。反正人生的趁年轻，能够到一些观光景点可以去放松了，对啊，这个好，谢谢你的介绍，谢谢。哎呦，特别的民宿很漂亮。真的。那我们世凯老师，世凯哥。因为讲到刚刚在看那个垦丁，对不对？动物，对不对？很漂亮，很好玩。我要介绍一个地方，叫做龙盘公园。龙潭，龙盘哦，龙盘，对，那个地方最有名的地方在哪边呢？第一个，它的日出很美，而且呢，你一大早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大片的草原，草原上面有很多的野生的梅花鹿，没有错，也是在垦丁，就在垦丁，而且很多梅花鹿，对，它是非常的多的。而且重点是因为这边草原非常的大，然后因为我去肯亚好几次，你看那种特别飞到那边去看那种动物大迁徙的概念，其实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你是到底看得到，因为咋呢？个照片啊，个当梅花鹿都在面呢，好叫个只鹿王都在面呢，叫在当内因看哦，而且又风吹草动的话，一走，它开始天天蹦蹦蹦，就像个电影《狮子王》的场景子走出来，很壮观的那种移动。我有一张照片，不应该买的，就是日出的照片，粉红色的天空哈，跟整个剪影跟路的旁边呢，那样走出去看一下，你看，就真的像狮子王的画面，是像狮子王的画面空的，哇，这真的看不出来是紧紧到该买的狮子王该场景空中，好像在非洲一样。而且最重要的，你不是痛，还是去到该边呢？左边看的是安样景色，然后右边又看的是该旁边是海参呐，整个海边，所以它的颜色变到安样，它变到安样以后，等到该买的。该你跳出来以后，才色慢慢变出来一些。因为法国岛，去旁边其实那个海岸线非常的漂亮。李斯强嘛呀，假使讲你去个意大利当中面阿
阿马菲海岸线的嘛，上到空旷，是不是只有改变呢？来里面呢哈，是去到改变呢，三角角个东西影响看得到的改变呢，非常的这样啊。你体现系龙盘公园，而且像人家按好该买完美这个打卡哈，你最这样。记得去改变呢哈，散府做飘逸啲的，风吹啊来一下，哇，个喜欢当这样的感觉。哦，我也可以吗？哎，你当然可以。个天气哈，因为咋呢？今天去到里面呢哈，个那垦丁哈，越加个垦丁国家公园地北度，佢本身是当好了，当县市度个，不过佢地北度又建盘点，当上营地。其实呢建盘点哈，佢最有名咩？全世界10大国家公园最佳饭店。唯一亚洲上榜是对人大台湾华泰瑞苑呢，个地北最有名的就名呐，佢前排系人大蒋公行馆。对哦，所以我刚刚就是想要问这个了，想说怎么会有个蒋公的相片？因为台大地港前排只要有蒋公行馆的地方，开始表示该不风水当好，表示是非常福地来的哈。该去到改变呢哈，佢哋哈变到当这样的5星级高级饭店的改变呢，而且呢，它好有造型，该但想造型当这样的，该好。贵家该买的游泳池啊，该抢颜思想你马来西亚老也好，马来西亚有很多度假小岛该风景上都空壤的该边呢，那除此之外呢，它的餐点非常的好吃，依据加该牛肉面哈，还是比赛得冠军的一个牛肉面，而且它最好也是它的餐点还蛮呢，基围绕该摩拜也该屏东所有的特色的餐点，那都给盘点地位度呢，而且在重新。对，精致化。第三买呢，个比较地方，个山南咖啡，山南，带到善毒的谁来啊？山南走一回，我是林老伯，它其实最神奇的地方在哪边呢？哈，它是夕阳咖啡，也就是说，个夕阳哈下台之后，其实灌点呢。然后该之前哈，基的那边呢，它在一个山崖上面，所以当这样的该边呢，基两个人大概客家后上因返乡去创业跟蜜农的谁来啊哈，然后去投干嘛的，没有的干嘛的，干什么呀？都该边呢，然后你看到吗？真的，基个夕阳上从咖啡馆看出去，是啊，所以该看出去的时候，你都要去想一下，你会去到当场去个希腊。假使讲你希腊的时候，当公走到个希腊去翕相，去个夕阳，上到是空壤到个呢，所以哈，我非常的小孩，大家有机会来里面呢。哇，太棒了，这一定要去。是我们一般人真的贫穷限制了我们想象。那我们943老师543也有很棒的景点要介绍。其实屏东哈又可以玩山，又可以玩海哈。我们刚刚已经玩了海，对不对？好，带大家去到山上哈，山上又有不同的风情哈。我常说去这个部落哈，就是不出国的异国风情哈，异族风情了哈。那就是你可以去有各种的这个，你可以不用出国哈，不用搭飞机，然后就有那种异文化的那种新鲜感、冲击感哈。比方说呢，我非常难忘的就是去体验排湾族的族服哈。那通常我去各国旅行的时候，我最喜欢去各国去穿他们的传统服饰啊，日本、韩国啊、印度啦，还有巴基斯坦等等都穿了。其中我觉得我穿起来比较能看的就是排湾族的，这是我。如果你要去体验这个穿排湾族的哈，你就可以到这个屏东的安坡部落哈，安全的安，然后山坡的山坡的坡哈。安坡部落呢，这边它有这个排湾族的族服的体验哈。那甚至也可以去因为他们也有跟这个鲁凯族联姻，所以也有一些鲁凯族的哈。那非常非常特别，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排湾族，它就是非常布灵布灵的哈，就是每个都这个服装其实镶金戴银吗？也没有镶金戴银，它就是这个传统的装饰，比方说它会缝很多很多的贝壳然后很多的珠哈，你可以看到这边然后这个头冠也是哈，然后不同的头冠、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这个头饰。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去安坡部落哈，你可以去体验它的这个铜腕那这个他们有2位长老呢是。熟悉了这个他们当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铜腕哈，那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到底是原住民是怎么玩的哈。那所以比方说像这个火把，这火把就是你要
从这个削竹片开始哈，然后开始做，然后一直到这个哈。那还有就是要，比方说用椰子的叶子啊去做成这个剑啊，然后就是小孩子玩那个剑比较不会受伤哈。那再来很有趣的就是可以去体验做排湾族贵族的点心，叫出入客。出入客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跟我们客家的这个。麻薯很像，麻糬很像，对，只是我们的麻糬是沾花生粉，他们是这个麻糬中间好把它包着花生粉，所以比较不一样。那这个体验呢，就是要从这个生火好，然后这个煮小米，然后对，然后捣糯米哈开始，然后到这个做这个哈，非常非常的有趣。谢谢老师，谢谢两位老师，好，谢谢你，谢谢啊，对，当然这个因为疫情呢这个很多人本来都有出国的游玩的习惯嘛哈，但是枪死没办法，枪死没办法，因为这样子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台湾自己本地本岛里面很多很好玩、很精致、都那么厉害、很棒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大家在台湾尽量报复性的消费了，好不好？好，让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奇迹，好不好？对，让我们经济活络起来，好不好？哈，沙下来哈，休息一下，民众喊他精彩节目哦。好，来。三国冲出，我练了好几个礼拜，真的好几个礼拜。睡觉的时候都忍不住就唱几句，凌晨2、3点，我觉得那个邻居应该凌晨2、3点起来吊嗓，没有，我是轻轻这样。这么哀怨。祖先老子啊，飞啊！我感觉讲咯相当好哦，做咧讲。做得都传统组来参加比赛，真的参赛老师在跟你招手，穿钱，为了比赛嘛，传统还没拿着冠军啊。第一名有多少钱？一样8万块啊！哦，哇，这样有8万，我拿的是年度冠军，年度冠军8万8。亚川好。亚川他本人要被刁的感觉。啊没忙开始来都感觉就不看好了这样。带到不后上面起飞啊。嘿啦，本人训练给到一下。对，前半没转台。嘿啊，前半没转台。对。你在讲俩呀？亚川的主题就会后上瘾冲山国。因为亚讲真的。山歌啊，要山太跳，要小跳的东西，全部都装批的创较多，后上人接触的较少。我本记得有机会来演冲一下，张迪讲你的山太跳，哇，原来不简单呐。对，这是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嘿啊，弟啊，你看记得踹了蛋。弟啊，主持是文艺什么年的？最后一条，最后一条的。落台。诺斯那阿峰啊！有那么恐怖吗？今天不是做这种单元好不好？真的，我这样遮耳朵，看你们有多厉害。你刚刚我在落台哦，你做嘛？你们两个。我在练习的时候，应该练习你还在平板的时间，然后因为有转型了，突然唱一句，我就会怎么唱？你怕被我分心啊？哦，就对了，落台安德森。唔怕，唔对，我们是竞争，根本冇评分呐哈，你对就好冲就好。对啊，今天这没有评分，你们在紧张什么？也没有奖金，大家轻松唱就好。放眼望去哈，这7个人。我都不太看好。好啦，刘先生又冲高了。刘先生冲高。牛必摔高。秋淑、丽淑。你居然认得出来他是秋淑啊？对。他今天很美。他今天好恐怖，不是？金奖啊。好惊艳，对。金奖。我这放眼望去，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洪心怡哈。我也很担心我自己，真的。对不起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啦，没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啊？为什么？应该是来提升颜值吧？因为制作人想搞你。我也觉得，他们想要给我血耻的机会，殊不知可能会更耻辱。
所以你今天是来有练习娱乐大家，娱乐大家，好。还好今天没有评分啦，没评分啦，不过还是有评审老师啦。对对对，冠群我也是不看好。冠群向来不是认真唱歌那一卡啦。婷婷一定没问题啊，会不会冲国诶？对啊，虽然马来西亚人，但是你对歌曲的这个领悟力很高，熟悉度多么痛的领悟，对不对？应该没问题了，没问题。不怕强松冲，还冇有练习嘛，我们就呈现就好了。好，所以没评分，当然有评审欣赏，或的评审欣赏就厉害咯。系啊，搞一下吼，不要商业，都在安尼神态条嗰樣嘅廠開用味道，來，歡迎。李秋霞先生，嘉琪貴先生，馮豐柱先生。哦，也全部都係客家嘅國寶級嘅啦。國寶級嘅先生啊，哦，個黃豐柱先生，佢跳過去嘅，係黃豐柱先生嘅先生。哦，啊，同嘅 V 係兩沙嘅。好搭檔，謝啟國老師還真的是我們客家界的百搭王，百搭王，他跟誰都可以搭。哎，都州的人，對啊，隨便，你看，對，這麼經典，跟我一樣，很隨便，我跟誰都可以搭。好了，來，哎呦，就開始嘍。好 ，OK 了哈。好，加油。好，本後生意百幾位啊。哎，好，躺一下 ，TV 係馮心怡帶來老山歌。山歌唱出传万里南，唱本天下作曲。传扬啊，噶伊如释重负啊！点不会太血池哦？有吗？有，不错。今天完全不一样呢，不得了。然后双一拜完全是天差地别，哎，金箍金斗呢？哎呦，真的，你今天声音又亮，嘿啊，哎，然后虽然有一些咬字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味道很好，哎，山歌魂都出来了，哎，就这个听几个时常讲的，山歌作咪作韵无作咪啊，哎，作韵作啊，嘛个，哎，听几个是这样，作韵无作咪嘛，系嘛？冇作散，作韻唔是作散嘛？哦，咩啦？韻味嘅油醬哦，是無髒。哦，對嘛？作韻冇作散，冇哈，所以他一般唱洛山歌時間冇作散嘛。冇作散，
结果这很囧，哎，对，你听得懂啊？你唐个鞋，不用翻译。来客台那么久，就唐个鞋啊。哎，慢慢唐个鞋。今天真的很厉害呢。今天很棒哎，真的。我就想象我在那个高山上面唱歌的感觉，真的有变成茶C妹的那种感觉哈，有点那种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那种豪放豪迈的感觉。对着隔壁山头的那个，对，男朋友叫嚣这样，叫嚣对，对，怎么又接到这种任务，真的很厉害。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那想说。他们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想说真的要接吗？我们很怕，就是我们那个祖先啊，丢那个山东父老的脸，这样回去祭祖我都不好意思，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无颜见江东父老。我想说，我就不相信4句，我念不起来。西基。很难念吗？对，它真的很难。我练了好几个礼拜，真的好几个礼拜。睡觉的时候都忍不住就唱几句，凌晨2、3点，我觉得那个邻居应该凌晨2、3点起来吊嗓。没有，我是轻轻这样。哦，这么哀怨，这有点《倩女幽魂》了。对，压力真的很大，很大哦。可是今天的呈现正点有厉害哦，真的吗？有赞啊，吃到情不经斗呢。真的，要不然真的祖先都会起来拍手。希望他们可以看看能听到现在观众朋友没有转台，就表示谢谢你们，什么太感。祖先一定会起来啊，唱得好，起来啊，哎，让阿孙了哈，孙嘛，唱得好，对，但是我们一直no你也不一定老师会觉得 OK， 对，所以还是要听专业的讲评啊，李秋霞老师很严格的，我跟你讲，他现在都不想讲话，对，看他冷笑了2声，怎么评语来。今日哈，安尼啦制作单位能够请了的后生的来转弯跑道，创立了传统的，实在就不简单。对呀。我还记得去年安尼制作也没有希望挨6年为了练，结果这音乐厅出了窗外1人1把号，各吹各的调啊，各吹各调。好像你在那一集，还相信人家有这个啊。不过今日呢，依然啊。能够讲新语，我哋讲一鸣惊人，莫上就莫上，一上打烂啊！你讲老实话啦，我家有嗰個認真人嘅談哦，不論你嘅作潤、你嘅戲方面，你都運用得非常好哦。你係做本隻嘅欠天嘅啦嗬。你後生人嘛，唔好專門唱流行歌曲。有時揾下唱傳統嘅，我呢傳統嘅文化強就會滅退啦，是嘛？哦，莫當日子唱阿鳳啊，係啊，莫聽日唱阿鳳啊，睇家仔咁啦，阿師傅唱我是渣就學到其他，唱咁樣見面要學到嗬，我相信定係渣都當演者，尤其喺化妝室咧，同你當個演者都個變哦，佢馬上變下好哈。但是有隻事啦哈，天下促權的促啊，促事啦，冇音足促權嘅牛事，客家促，客家民促，冇音足呢隻事，既然一唱牛字，人哋知道唔講啊。天下足球。其他方面哈，實在當破哈，本年100加油！謝，海威加油！下次再找我哦。每次都发你传统组。对，然后只唱老三歌，其他不要唱三歌组，三歌组太难了，有阴影是不是？有阴影。哦，没关系，你现在有信心了。对呀，你看，你现在如果去到一些，如果万一是客家的一些场合表演，你就说对，唱出来底下的观众都吓死，我跟你讲，一首还赢我嘞，真的，101首就是这首。对啊，很棒，加油！好，谢谢大家，真的今天很棒，谢谢，安子来，什么心？我来回加油！他真的很开心哎，真的好啊！如释重负，走进来跟走出去完全是两种样子。进来是怎样？进来出去是这样，走路有风这样出去。嘿，正经让定种哎，真的，不会。嘿，
这样这旗开得胜啊，对吧？对啊，对。接下来应该是一个顺的下去，不会一个比一个烂吧？啊，应该如果有烂，应该就是受到你影响。他们眼神都不敢聚焦在我们身上，不会一个比一个烂的时候都回避。露台。好了，沙哈的亚比啊，亚比冇问题啦，够好嘛，係冇？好，陳婷婷帶來三個字。唐可能。很心虚的唱完了，会吗？不会，很战战兢兢，因为太多转音，跟嗓音唱起来有一些冲锋主形上的嗓音哎呀，圆圆讲，对，因为我是听老师的版本，对。那你为什么不听李秋霞老师的版本？太难了，太难了，因为他转音不够，转音很多这样子，太难，太困难了哈。对，师傅级的呢，对啊。我们刚才在后台说师祖级，对。哦，但是你好像对学呀那客家歌，你觉得你好像觉得是多一个机会，没有他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吗？对，因为他会唱歌的人，他说唱山歌压力很大，他不像新宇是就一直压力了3个月，会有压力，因为就是他不像我不懂怎么讲因为很多的转音，然后气也要很够，所以是跟在那边唱的。然后很多音转来转去，就像我们听到互相的歌，其实都会搞混，怕不小心转到别的音。对，还有那个咬字。像我刚才第一句好像就有被拉掉，有点歪掉，是不是？被新语影响了。咬字如果是咬不对的话，就转很多音，因为我不会说客语。他好像那个有钱给他音那个音跑了，你就转不回来，就变成别的意思了。对。对啊。然后我都只是在记要高要低，要高要低，因为我不会讲客语。对，这是一个很重要。对啊。就像那个广东歌一样啊，广东歌其实也很注重咬字，有一些很多鼻音的咬字。真的像我有一次在香港，就唱那个《无言的结局》就是这样子哎呀，就那个字你如果唱歪掉就是不同的意思了。哎呀，当我要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当我要以后你能再一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就被停掉了，你就被停掉，被卡掉，对，有不雅字也出现这样，高跟搞不一样。重点就是一种语言，它就是发声方式不一样，它其实是有个困难。对啊，然后像山歌需要很多头腔的声音。那你要吗？
对啊，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输手嘛，之前就是开刀过，然后我妈妈听到我接到这个通告，她好担心，一直打电话来说，你不要唱这样高的啊，你不要唱这样降 key 降 key， 对啊，你降 key 唱啊。然后结果昨天练着练着，真的头会痛呢，真的，我好紧张，我会怕说等下又啪。哎，不会吧？哎，不会啦。然后还好刚刚好像当做一个附件这样子，对，他越唱会越好越开，哎呀，就茅塞顿开。不要想太多，就会脑筋好。对，哎呀，来唱的好不好？冲水嘞，嘿，我们专业评审 K 哥欣赏，老师好。好，那天林小姐给被带来一三个字哈，真是佢一唱嘅時間，我嚇到呢。樣板講呢，真係同風祖老師唱嘅嘅嗓韻相當像，相當像。當然啦，佢本身就唔曉嘅學嘅詩啊，所以採樣咬詩方面，有一些嘅啦，少考嘅啦哈。但是佢嘅韻味，坦白講，佢也唱得相當好，尤其佢嘅專業，佢本身咧。音質要好，所以專業一早嚟講再嚟講，就少過一些嘅咬詩方面。當然，一咬詩嘅東西，剛才就有講過咩，唔願做將來，也嘅詩就看冇馬相關。因為美國一般人對人咬詩會相當會當初衷，也冇比賽啦，所以都佢咩樣嚟唱，我感覺講到相當好哦。做嚟講。做得都傳統組來參加比賽，真的才衰嘞！老師在跟你招手，穿錢，為了比賽嘛，傳統還沒拿着冠軍。第一名有多少錢？一樣啊，一樣啊。哦，哇，好像有8萬啊！他是年度冠軍，年度冠軍8萬8啊，所以嚟講啊，佢本身要去認真去學習也去三個。對呀，佢地度嘅韻味、專韻、咬詩各方面，佢都嚟做嚟講，要當下當睇也嘅禪氣學禪氣，所以佢俾唱出嚟，人家三個就要靠人哋後生人加油！你跟大拇指哎，可以是嗎？第3啊，很棒啊，過關了。你剛剛都聽不懂是不是？老師說你唱的，你要幾個讚？我看得懂。你到底要幾個讚，你才覺得 OK？他就讚就夠了。哇，下次有機會很多歌可以唱，來比賽了。對啊，老師呼喚你，他叫你來比賽，賺錢。我的那個什麼，發片機年度機又可以加了。今天應該可以再加300了。今天有嗎？好，為了慶祝我這個主持金曲獎，我多500。哦，1800了，恭喜！你記性很好，其實我都不太記得。其實我也隨便講，我只記得很少。好，1800，好，下次再找您那個核對。謝謝大家，謝謝老師。哎呀，殺他了！這個剛剛殺了，就要看他有沒有被你影響到了。很不給面子的，在唱歌竟然那呀，把耳朵蒙起來，這個真的是太不給面子了哈！他等他糖了就低了。好來，歡迎，歡迎黃以後帶來平板。好了。太
啊，对啊。怎么啦？还是小唱错了，小唱错了，瑕不掩瑜，瑕不掩瑜。对对，他就听得出来你那个声音不敢放。嘿，有些讲冲按钮冲吗？没一起的讲，咚讲，快给他数。咚讲。你是用这个在记音高吗？对，这样。哦，就像张惠妹一样啊。对，听海哭的声音，真高你们淡梦我要高听。海油是这样子吧？对，练习的时候发现，哎，原来我有帮助。来冲漂板给师姐手会这样，对，就是后来才发现的。你一直比，对，要就是其实有帮助。你把声音放出来，唱一小段来的。嘿，再唱一句。吃饭难，吃饭。人生，第一句错了。人生留不难。退了太高去哪？很好啊，很好啊，对啊，声音放出来就不一样了。对，他刚刚有些强啦，你看，你松腿前很轻，音是准的啦，味道也很好，确定性好像不太够。对，我妈口听啊，用给我还是因为什么状况？因为我之前大概1个多月前的时候，就是 COVID-19 中哦，对，她有变成2线女星这样。我康复了，有啦，现在回到1线了。懂天空啊，真的，我现在你现在是什么超级星星啊？对啊，无敌星星啊！对，我是健康的状态。OK， 冲我给师姐气会有一点长青那个会喘长青冠的感觉会吗？还会有，还是有状况。在冲漂板的时候就会觉得会来个希摩拉酒啊，对，因为它又比流行歌曲按冲这样，对，就觉得就没有那么可以让你那么行云流水，声音要放要收都可以这样。会有样用到1个月还没恢复哦，还没，所以可能会再观察。如果2、3个月还是这样的话，可能就要慢慢退出歌坛了，是不是？没有这个要再去看中医啊，其实，因为清冠他有好像吃了那个清冠的药，需要去把它修复。哦，对，听说清冠1号药是你要确诊以后才可以吃，对，你平常不能吃哦，不行哦，对啊，吃了会倒阳哦。我们没有擦，你也没擦吧，罗哥？啊，他有在使用吗？干嘛？他就遮耳朵了，他就是不想听你讲话。不是啊，没有。好啦，各位晚上来好好永正经，声音是你的武器，真的生命啊，这个是生命，慢慢养，慢慢练习，对。不过真的还是很有味道，还是有味道啊，总有味道，来，抢风土欣赏，然后。俩雨涵哈，来创俩平板，实在讲俩后生人来创平板哈，安样人已经是亲妹咧啦。不过你个山歌啊吼，第一点就听熬是熬清章，再来就润米做的讲哈，两润米第八度呢，比如讲长短人强从上哈，韩国嘅。钿上啊，我钿了青春青后堂，俩日天爱青长嘅時間來學習。我記得我以前哈，從我欣賞立秋下欣賞學嘅時間哈，嗰兩是平板老三個字我搞唔清楚哦。真的呀，真嘅啊！像記得你下後生人做得上台啦，樣唱哦，我攞幾千強咧。而家對我搞唔清楚啊，而家唱下咁嘅問題。我樣千杯咧嚇，唱條成嘅人生舞台一台，人生了無那台呀，台喲，該是可能冇按講，韓國人有個做盤演出的演詩，嗰隻演詩是磨東順。做得繼續加油。
哦。对对对，还有做在加强嘅部分啊。对啊，安子谁都是。因为你的声音就还没恢复完整嘛，对吗？哎呀，刚刚唱这个真的很有味道，其实很有你自己的味道。有，因为雨涵的声音是比较就是磁性。对对对，因为讲真的，现在流行歌曲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风格嘛，对吗？山歌也是一样啊，这种传统大调的东西也可以唱出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我雨涵的风格，对吗？好，很棒，好，加油加油！你们也还有上演有赞哦，真的，目前听到这3个，听到目前都不错哦，3个哦，真的让我这个眼睛都快掉下来了。没有评分，大家都表现的比较好，没压力了，压力减一层这样。好，希望你这个声音赶快恢复，赶快好好保养。OK， 好，来，再回做休息啊，就是，哎呦，沙下來入。沙雷應該咩冇乜問題吧？果房咧，果房，係紅絲卷帶嚟廬山歌。廬山歌嚟。雜茶會雜，唔創髒誒。髒。哎呀，係創迄吳勝志老師嘅。雜茶。差別係咪羅根會唱？雜茶。雜茶愛雜，涼山皮呐。又係傳統嘅唱法。唔記得。阿姐天上桂花香哦，真的好會找這國寶老師跟你。你很記秋霞芭比娃娃，有沒有？一幕情侶啊，一幕情侶。秋霞壞掉的芭比娃娃。茶會雜，涼山皮呐，三一六。莫在落了你那，三日莫可，情未眠啊，夜深了。骨节酸了你那，呀，根本就傳統組的吧？狗模字啊，創作比你還髒。哎呀。創作比你還好。你把羅哥的主題曲奪走了，雜茶。沒有。哦，我創的迄個呢吳勝志的版本。很有嘅客家流行的嗰種咩流行，但是佢創的較髒。嘿，唔創髒的。髒。哎呀，我創的迄吳勝志老師嘅版本。雜茶。差別係咪羅根會唱？雜茶。雜茶愛雜，涼山皮呐。又係傳統嘅唱法。唔記得。
吴老师有重新编有啦，有重新那会咋个就会比较激昂的那种唱法，冲法我们还可以用。清做糖豆鸭的肉山狗，主要唐吴胜之老师跟用时喊卡带的时间，卡带时间，糖一堆糖个糖都发一堆，又再买一堆，总共买3堆。啊，难怪你就记得2条狗哎。对。听说小时候学的歌到老都不会忘。真的呀！我刚刚忘了呢。蒙条他唱的别版本啊，加跟五声之行上唱的他比较嘹亮，他的比较激昂一点。对，他是怎么唱呢？杂茶黑吗？你加唱那个怎么版本？杂茶，爱杂两三皮那，冇飘扬的米西啦，3年咯，3年莫摘住落了你那。好嘞，做得差不多嘞，还远呢。很强。唱的较脏，真的。你唱的就是他传统的版本。对。我唱的，就会指导老师嘿，恰起过阿过欣赏。难怪啊！你们一个10多天发的时间，我真的有犹豫，我没有马上回给制作单位说我要答应我来不，因为传统歌看就是有一个疙瘩在，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在休息室的时候，参加一场节目怎么给大家这么大压力？阴影很深。然后因为就会想到，因为前几年那想到总嘛有选牙歌词牙版本，因为就会想到这时间阿婆就会搞有不，因为阿婆唔识诗，所以阿婆讲下唱3個嘅詩，唔會爭，唔會安尼含糊嘛，用吟唱這樣，所以我的印象就是這些時間就底旋律，按冇按曲聽，這就是傳統嘅佢歌詞嘅部分，按用伴唱。想講咪見阿婆，今日睇咱睇面書當過打了一篇文章，就是阿婆見阿。就會連名嘅連音攏念出來嘅，就是人聲。那時候也就想過，可能就是一個，我覺得就是一個老天爺給我這個機會去有壓機會，然後從耶穌路上go重新整理啦，整理去講，然後咩同阿婆之間那個連接去。圓滿啊！對，根本都是要播出的時間，你就不用把阿婆糖，阿婆根本爆紅了。很衝哦！你某一天哦，就念出來了。希望做的啦，希望做的。對啊，搞夢。唐音樂咩係一種很好的音樂療法。對，對吼。阿婆，有2隻心青蔥油，係冇？來，聽一下那個荔枝花欣賞。千有效的筍呢，你路上歌呢，叫講你傳統三態跳裡面最難唱嘅，雖然我哋自由演唱，唔過強調你嘅韻腳咩做比爭，做比好聽我唱到一半就團氣在嚟夾，在你唱嘅時候，你氣感覺喺微微不足嘅時候，你就會輸音咩，我輸嘛，我跟變嚟去，除非你本身呢，你嗰種嘅。氣拉著唔唱加阿鳳啊，佢都後背係度，覺得夾白就以前你從頭會參加人嘅比賽，你做評審，嗰時我阿婆阿公叫咩9則詩7則詩，而家佢哋編起嚟咩有？你講佢做啲講佢唱唔唱嘛？結果以前我就按唱法啦，所以呢記得啦，唱3個動作除了4位偶像以外。潤腳做獎跟下你詩卷佢唱了那個漏了，迄家找潤咪是比較好。漏了還有，我就說都要這個東西。
才有味道。才有味道。你更加从落了，这叫说下去，你家就转转来，我讲因为迄更加会较好听啊。莫再落了你那。还有前妹面的时候，感觉佢转院做得多少有安啊！前妹面啊，就好嘞。干越多唔掂，又咪進發，盡到隔壁去了了，又再多轉來啱嘅哈。這樣就法哈，因為你有你這個條件，哈，今日嚟參賽哈，所以你冇本壓力，唔過有咩一本嘅壓力。算命就好好練，哎，他們因為你哋客家傳統就靠人家後生嘅，對，哦，你哋老一批嗬，假如博士本人講起種嚟嘛，嗬，啊，當叫啦，冇啦，請叫好冇，係咪兩三十年咧？所以嗬，希望我哋傳統嘅客家文化繼續傳承，薪火相傳，加油！好，是孟秋雅先生，阿唱幾個先生，人家先生了，然後你高你啊，四個，是才講哦，剛係唐創嘅時間，今日也按道理創三太條嘅，也是牛千章，也個思想做得講牛千章，嚇。做啲家就講嘅老料，佢其實哦也就很多作用嘅問題啦。但是人嘅事係你要爭，係你要爭。啊，佢創嘅時間呢，佢有辦法講，將將嘅感情投入去，啊佢創出來，可以創嘅時間就冇用嘅。嚇，老人講一般創山歌，佢講佢會講，我認為佢唔會講。佢係將感情變落去嘅事嘅，所以今日談到也歸屬嘅創作以後，口出直傳，也後生就會本錢，所以山歌就要靠人哋後生，繼續傳承下去，加油！好，加油！又是大拇指，對，下次來比傳統的，跟婷婷一起來。左等冇問題啦。好，他就自己下去了。等你啊！他馬上壓力就來了哈。壓力就來了。沙哈的，沙哈的冇強用哦。這些選手更加的艱難。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呢？還敢找那個國寶老師一起挑戰是什麼？這個奇怪哈。對啊，大概都會用啥搭配呢？有沒有用熒幕情侶嗎？減輕他的壓力啦，他自己本身的壓力。減輕誰的壓力？佢自己本身壓力。限速跟壓力。欣賞跟他加持下去，開玩笑。開玩笑。對，還衝兩條狗的嘞。是不是有點？這個年紀了，他還想摸。好啦，沙落去林冠權還有李秋霞欣賞帶來18摸。來。春來呀樹，莫呀家。花香哦，誰呀？伊人地看，哪喲？嘿哪喲？哎喲，哎喲，哪喲？誰呀？伊人地看，哪喲喲的喲？莫呀车，莫到阿姐跳莫变老来哟，阿姐跳莫无言言咯。谁呀？伊人地看，哪哟？哪哟？哎哟，哎哟，哪哟？莫到阿姐娘跳变老来哟，
鸟，无大只母咪变老来哟，阿只母咪用头烦恼。谁呀，比人地宽，哪哟，嘿哪哎哟，哎呦，哎呦，哪哎呦。按后面不要打情骂俏，好不好？你呀，这个食欲很好呢。对啊，很好吃呢。对啊，很好吃是不是？你怎么口味这么好啊？这种老皮你也要摸？嫩肉啊，它嫩肉，老皮嫩肉嘛。是呢。对呀。第一排本人名给准啊。老牛吃嫩草呢。你很敢呢，我们这是5点播的节目，在这边限制。你是叫我本人名啊？阿蒙来做嘛？回忆呢？回忆啦，对啊，我每日下呀一叫诶，我要做的人讲啦。我用哦。来讲啊。先恭喜你啦哈！要不要主持个金曲奖？哦，真厉害啊，罗哥！我演的客家真，这先恭喜你。哎呦，我有粉丝，还有学生，有传播人，18岁时间，那时候非常非常的腼腆，亲强健社会样子。你像你这样人来哟，你讲我人家好你啊！哎，不过罗哥厉害嘿，那样片还没有看到嘞，18岁全国比赛嘛，也上映老俩完全强用。你刚要是全国个 power 亲吼，我讲法按亲排谁张出道为时间，张出道我冲俩哈。那时候比较害羞腼腆，对。现在8岁到80岁都可以调戏，对，歌声空现在这种的我都可以调戏了，你看看对不对？我要讲你啦，讲我。哎，不过讲到厉害林冠群啊，敢这样在台上公然调戏秋霞老师，哎呀，对啊，有我想的，然后欣赏大屁很干嘛，还手还搭他肩上，对啊，还摸到他的腿，对啊，前后面你做你面看看，哎呦，我讲啊，数都是有，我有球。双飞有两山，有对上过，有双人开金山两，啊，咁样是其他标唔开，不过今日我唔知講，今日用標樣開誒，這隻公平誒，哎呀，這隻公平啊，你知道啊？冠權其實冠權老師權哦，兩山當初兩山是搭檔，從頭尾去那邊表演啦，真係，真嘅嘿，啊今日應該師權創落山高咧，冇咁容易，啊但冠權在電視上從頭能夠看到佢。拍廣告，還有看過你，包括還有是為冇上一看轉拍台要看到，我看過幾擺哈，實在不容易。廣告，你要好好培養佢。哎，反正靠你培養了，我們要靠他培養，好不好？冠軍哥，不過呢人才方面，不如靠切架啦。你本身有這個條件，對，但是機會咩睇下本嘅。當然，有機會時間都好霸榜嘛，係啊。所以你哋製作單位創到會很記得好上演唱經驗哈，你個機會哈，同你出來創藝有咩行得到呢？所以我哋會飯碗強我唔掉唱的，要得飯哈，本係條聲哈，有厲害哦，真見好上誒，今日大家創到不然你嘛，真嘅on一鳴驚人。冠權的表演咪清厲害，對，我們請師祖的。學生徒弟，來，我怕老師現在一時心太歡喜，覺得太棒。對，很豐足欣賞，吃到充分用。對，忙是本世界學生嘅蘋果哈。冇啦，唔敢騙老師啦。嘅連冠權，冠權嗬，頭先啲台下我看唔出嘅，一上台嗬，係動業戲啊，係。演乜嘅唱乜嘅，因為他是真愛啦。韓國嘅台風要到處嚇，阿楊人嘅台風千厲害，尤其係老外先生向下唱嗬，唉個感覺嘛，
完全是本身上带通都亲好。就是一段很小丑的表演。没有唔会啦，很入戏的表演。入戏的表演。呀，跳狗也直接是小丑，冲安勇的呀，嘿，是小丑。因为你客家对唱歌曲哈，青岛就迄安阳人。对，都阿触到的安尼，对逗乐观众啊，系啊，青葱有。好，安这些多加，系啊，哎呀，谢谢。你真的好会找这国宝老师跟你，都很给秋霞芭比娃娃，荧幕情侣啊，荧幕情侣。秋霞坏掉的芭比。安娜贝，今天特别绑这样是，为了配合你，没有绑这样子。刚刚吉娜才说。秋霞老师很厉害，他每一套衣服，他每一次来参加哈，不管当评审或者来表演，每一套衣服他都可以从头到尾。厉害的，都做的搭披都控色的，荧光绿哎。你帽子，清厉害，帽子没有戴个绿色，我又不是你的。绿帽给罗哥戴就好了。是。嘿呐，吉娜讲哎，绿帽子给你戴。对，罗哥还蛮适合绿色的，就这样。我如果戴绿帽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跟新宇对。对不对哈？那也要问问他，你有问过人家没啊？好啦，精彩的表演。对，好来，节目希望大家准时收看。好，多加亮丽。我们主要欣赏韩语歌曲。就还有介绍下一组。好嘞，下一组哈，有咩嘅好朋友师兄搭档诶，也系国宝级的老师，系会作词作曲，恰奇国老师，让大家亲好嘅朋友哈，叫妈妈哈。白梦玲，因为以前我哋乡下哈做唱嘅，佢非常傑出嘅每樣嘅超足，藝術大佬，大家帶嚟滿步。好來，彈開啦！先生啊，娘子啊，風啊溜，嘅爽啊溜，呀呀吹，嘅來起鬼。你中國人啊，就按大白裝起來個旗袍起來，是非常過關，尤其你嘅身材就華燈初上。對，跟那個謝老師啊，大白按人啊，非常好。老師好像更厲害。我等看那個正式播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剛剛做了什麼。800幾哦，先生啊，娘子啊，風啊溜，嘅爽啊溜，呀呀吹，嘅來起鬼，風流做什麼啊啦？哎呦呦的呦！請問來先啊先生我的歌。叫我做什麼？請問來先啊先要乜嘅學什麼？做什麼夫妻啊？先生啊，娘子啊，風啊溜，嘅爽啊溜，呀呀吹，嘅來起鬼，風流做什麼啊啦？哎呦呦的呦！點兩三件哦，先生啊，娘子啊，風啊溜，嘅爽啊溜，呀呀吹，嘅來起鬼，風流做什麼啊啦？哎呦呦的呦！請問來先啊先生我的歌。做什麼？請問來先啊先，向天有幾多？十九點扣
哦，先生啊，娘子啊，风啊溜，个上啊溜，呀呀吹，个来去鬼，风流做什么啊那？哎呦呦，儿哟！他感觉百搭天王哈，对对对，真的是是。天哪！杨永白形容好看吗？哎，秋叔，哇，秋叔好美哦！你那个嘴巴你是画成小丑对不对？没有，不是我画的，他真的很艳丽，有没有？故意这样画的呀。老师，她是女鬼，还要有红色眼影的，有姜啊。哎，你平常这种就是比较中性打扮，哎，今天打扮按呢，你还习惯吗？冲那种堆冲的高 Q， 就是老师有服装，我就 V 都去过欣赏，贴片一家，好个时间看到一两。 OK， 不多鸟不卡伊哈，按音程哦。哦，伊苗栗跳舞圈圈哦，圈圈的 OK， 好。我看到俩身三夫讲的老人特皮嘿哦，这两身还蛮共好，哈，根本就本老师看到有这样子。哦，你讲，你时代好人还讲，请紧做都很强，做俩身三夫出来。哦，龙袍都走出来。对呀，小凤仙跟那个乾隆皇帝。对，要在好上的上高嘛。实在讲哦。差不多30-40年前，我同家嘅妈妈白梦玲，啲样子就当接，样式出场去做场，对表演，啲样子就叫我创作。苗栗天氣嘛，苗栗公幹啊，跳舞啦，嘅苗天氣，我條時常會去唱歌，就讀到嘅媽媽嘅時間，所以都大家都當都好搭配，私搞都收嘅，就講出去表演，我表演啊，講。結婚場未去唱，嗰樣事嘛，嘅晚會要未去做，所以唔到啲嘢講嘅聲音安排。他共同嘅秋叔嘅爸係喺同事。因為同事總有嘅，你樣啥都會視察。哦，真的啊，有倆在演婚，所以你可以演婚啦，因為從細到大昆典老師，老媽媽那個就你們昆典老師睇你衝嘞，就是我常看昆典在溜陽台，人家就走去衝狗誒，就是傳統山歌那時候。愛慕相都給你都可以同。這緣分真的蠻好的，對啊，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是安排，是很棒，我覺得。對啊，一開始哦，這種人同我講，同秋叔對唱，你唱秋叔嘅咪。佢同我講，阿爸都曉人金，原來都係同阿同事，對，跟媽媽白夢里就以前大家唱下做唱，大家都有認識嘞，聽你推，對啊，麗叔，你今天穿這樣你還習慣嗎？我習慣了，因為就是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角色扮演，來本來就會做戲啊，這叫你做舞台劇嘛，各式各樣嘅。佢係咪昨日呢？出於諾貝路航行忠孝東路走九遍。我覺得有演出我才可以，對，就是這是一個狀態。有攝影機在拍的時候可以，私底下不行。私底下誰穿都有點不行吧？我覺得要化妝真的有差。真的好。不過這穿這樣鞋子應該搭配。沒有，我有問過，因為我這是跟一個就是唱河洛語的歌手叫張雅純，他就我有跟他說我鞋的衣服，對，這是雅純，不知道是不是打歌服，但是他就是說。鞋子穿馬丁是他有看過現代的穿着，也是可以。我才敢。老人家的思維比較因為不是老人，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沒看過，所以我問過他，我這樣穿會不會太突兀？不會啦，不會帶到下面。只有剛剛羅哥 Q 應該有照一下。那你跟那個老師合作的心得？我覺得蠻開心的，因為我去給我卡衝狗練習，其實就是彈 king， 然後劈衝。因為我哋用三行是搭歌嘛，就貼配。外父佢有天子琴，用啥的搭配，這款呢，用啥人的 key 用啊？佢可能就是買個 key 呢，吃寬了，之後就做得嚟去色彩。真的因為平常唱太陽就要要跳嘛，誰門也跳差冇一度啦。對，他剛剛真的那個味道，有哦，等一下，這是跟鳳珠老師借的。這個今天所有東西都是有協力的，真的協力廠商，我們最後幫你打上去，全部都不用錢，以後親厚嘞，親密心。朋友還要多認識一點哈。來，你秋下欣賞的補充啊嚟。車老師唔是講啊，佢當然佢乜樣會來哈。你啊，佢會愛本嗰種嘅，你咧，按到第一擺接觸到你客家傳統嘅係嘛？
就是黑嘛，100應該不止哦，金錢有充過哦，對沖是啦，是沖過嘛，對沖冇，對沖7格沖7格，哦，這個哈，所以哈。隔壁有本肯定就講，你對這個非常有自信，所以你的車路是跟他對沖，但是你唔會講山，唔會講嘅，還會打情罵俏，你希望做到2身3副，看見你是非常忠信嘛，係嘛？錯。個化妝師哈，造型師，然後你打扮到以後非常嬌豔，哦，從以前上海灘的。氣質美好，有沒有？9樓的，對，九樓，係以前你中國人啊，就按打扮，着起來個旗袍起來，是非常好看，尤其你的身材就華燈初上，哎，對，哈，像今日哈，從那時候，跟那個謝老師啊，打扮，非常好，老師好像更厲害，我等看那個真實播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剛剛做了什麼。風啊溜，個爽啊溜，個來氣鬼。不會，很棒。所以你裡面的嬌媚有做出來。不會，真的很好，很棒，很嬌媚。所以有時衝過沒換一下跑道，那個歌曲你練的我多練個試驗哈。將你唱非常真實的，你就真實的樣哎。啊，將三八的就三八的樣，啊有氣質的就有氣質的。所以冇講到，你唱你做戲，你做乜嘢你就唱乜嘢。是什麼做什麼。即叫咩戲推啊？唱嘅叫咩上台唱哈？我是唔知講按鋼琴按歌模哈，叫咩按標的或者點樣哦？加點時嘅，嘅自創模按嘅，話上台就咁按樣嘅來。我你要冇按軟件哈？為了戲劇效果啦哈。難道都輕用書咧？那個輕書啊，實在哦。咁啊，風景小藝嘅按路嘅識得落哦，就得冇法度軟哈。為了戲劇效果，為了那種弄嘅大擂台啊，犧牲青苔啦。唔過希望大家共同哈，你客家節目，就係希望大家繼續大家來收看。你弄嘅大擂台非常的讚，大家過來。老師很適合助選，對，你大概都親密嘅時間，放過上音哦，只有希望嘅感覺。他剛剛這樣被摸了以後，晚上回去睡不着。他可能晚上會打賴給冠軍。對。好，來，看他的介紹下。下一組係用賢賢，還有馮風主先生帶來過去採茶。好了哈，來。那個
一看都是母子在冲果用，对。对啊，可是画面很美。对啊，你用你上演又同好。嘿啊，就是感觉这啊，这摸样啊，带出来冲果的。有枪哈，有。三夫就穷用。很美，没有搭配的。对，老师特别搭配的。对，哎呀，老欣赏。那跟老师合作很厉害吧？第一次很紧张。紧张？会紧张？会啊，会紧张啊。因为老师的声音很特别，然后又很高，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有比过山歌，所以就知道老师的声音非常的洪亮，非常的清透，非常有吸引力，所以自己会给自己很多压力。对，所以你这一次跟他老师合作，也应该会进步很多。对，有很多的，收集到了很多小技巧啦，就是例如那个字啊，不只要咬得好，还有那个。给晕呐，那么给晕咪，给这种扭人啊，对，扭人，要去勾那个。其实扭人老欣赏扭人又冇强用哈，跟 C R M 有点羞涩这样，有没有像老师很驾轻就熟？对，还有都看嘛个年纪啦，係啊，你嗰時講像王峰主先生，去扭嗰種老鵝啊嗰種，佢一定變扭到嘅，對啊。王峰主先生扭藝冇一天，冇啦，峰主先生嗓音嘅扭藝，真的，嗓音嘅長度，你會這個我幻想，係啊，對啊，峰主先生老嘅先跟佢合作，你知道？然後上嘅做得嘛？做得，有冇做得？你這唱到太唔怕，你啊唱到暗太，細嘅就暗容易，細他變矮他高。對啊，係啊，所以比較腳落嘅嗬。係啊，不會啦。表現都懂好啦，謝謝。懂了懂後，又可以跟老師學到很多技巧。對，真的，下一次自己來唱嗰種不要合唱的。來唱散太跳哎，可以嘛？比散太跳做得啦，我覺得是反而是小調比較不行。小調哈，對。哎呦，你比較挑戰的是小調。老山歌是不用聽拍子就可以唱，但是所以你拍子不行。對，我拍子不太行。哎呦，你奇怪了。你剛剛就唱小調唱得很好因為他是有老師帶着，我還沒有就是有泡個沒靠後天。對，會不知道哪裡下拍，會比較怕。對，跟金曲歌后合唱真的是。多大的殊榮啊！對不對？有壓力也有快樂。對，來，強人你的體會欣賞。來補充啊！補充一下。好，先啦哈，老演技邊嘅一個王峰主老師兩首來搭配一首歌曲，叫做《國語採茶》。一首歌曲係南部民農方面嘅一個小調，一個屬相當好聽嘅歌曲。一首歌啊，夾嘅樣做乜我講國語採茶。聽到人唔掂嗬，最主要樣辦呢，也茶葉單單都神燈，嗬，所以佢去神燈嘅寫要教本寫來寫咩呢，都也個做個種乜嘅呢？種演奏，嗬，做各順差照顧屋下照顧到，所以就講有一個國語採茶要來，也就係樣情況。一個。峰主自己唔是講啦，都哎呀金曲過後落去哦，你唱嘅歌是在講，我真是我想因為留言啦，對，哎呀先哦，你嗓是在一清好，你三太跳我要彈，從細家我就有彈過佢唱歌，確實佢講嘅小調，其實並唔係講唱得唔好了，我因為講，而係因為小去唱佢，小去唱佢落去，有你冇辦法同佢轉。你講係轉音轉唔到千強度，所以我感覺到講也唔係係千強嘅，唔係係強數。三太跳尤其像啱啱講老山歌自由拍，平板山歌子對人嚟講也唔係乜嘅問題啊。小調同時，尤其也屬於南部嘅小調，你冇接去唱佢，當到嘅音樂轉來冇千強啦，所以，但是今日先生有王峰主老師帶定嚟唱。所以兩三年特別都做嚟講也相當好聽嘅一首歌曲，唔怕唔是驚，接起唱佢，我相信越唱就會越好，加油！好，謝謝，多謝啊！多唱多練習就會越好。對，一天呢啊，對啊，那個都係熟能生巧嘛，對不對？係啊，好，謝謝兩位啦，峰主先生，謝謝，回到這裡，謝謝哈，今天好唱完啦。壓力有沒有解除啦？完成了一個大任務。對，我覺得你要給你們自己掌聲的。真的。
因为白天都全部清后呢。真的。对啊，还有上你们做的冲山歌。对呀。你们如果想要来比传统组玩一下，没做对啦。对啊。今天被点名的几位，都做的来播嘞哈。哦，哎，他们都不敢，又回避我们。新宇应该不敢了哈。新宇。安尼也节目係告一段落啦，好充各位朋友夾夾嚟報名，打天花嚟報名，666676傳至天花227778132等睇住個打天花。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要多謝辛苦評審團長，什麼先生，什麼三林先生，還有帶來精彩嘅表演，對，係啊，什麼你嘅親密好朋友，係啊，謝謝，很棒，還有上演衝山歌啊，真的，是孟小康先生，還有孟子先生。謝謝老師，辛苦了。還有什麼天窗廣東語言，辛苦嘞。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拜拜。穿窗彩民间，好彩老祖先，老祖先，今年有你留后退。後退，傳本子孫千萬年傳本子孫千萬年開山，往來頂到兩三間，兩三間，頂到三間現水錢，水錢。水錢你水錢，大河山個模年堂，大河山個模年堂歡樂，歡樂，